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由时代力量的经理委黄国昌甲馆长陈之汉所举办的716公平正义大游行，才拄啊结束。不过，这个经理委黄国昌伫新北市徛街违建的议题是继续来探烧。新北市议员张锦和伫面册来批评，讲这个黄国昌5站楼的徛街，每一站拢有违建，尤其是第一站，佮侵占着国有地。 违建的面积是合法的3倍大，侵占国有地超过79平方公尺，讲这根本就是一个超级违建。这是经立委黄国昌伫咧新北市的徛街，也毋过说服发着违建的证据，民进党的议员是继续压了。 新北市议员张锦和伫咧面册顶悬批评黄国昌的徛街，合作当代违建的代表，佮抛出着相片，指出第一层楼违建的面积是上济，包括石蜡木、甲铁片，佮侵占国有的土地，违建的面积是合法面积的3倍大。 第二层楼是早期石蜡木的违建，面积嘛是合法面积的2倍大。第三层楼是早期的石蜡木，也佮有大型的稀沙石露台。第四层楼是银钱亭对外撒出去，也佮有第5层楼是铁片的违建。上大概侵占国有土地面积是超过79平方公尺。那个新北市政府的认定，我们完全尊重，依法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我是一个法律人。 依照法律该怎么做就怎么做。那虽然那个房子是在30几年前就盖的，但我现在是所有权人，我不会回一币。黄国昌强调，这已经是30年前就已经存在的违建，也过要完全遵守新北市府的决定。新北市府是表示讲，虽然这是占用国有的土地，也过无即时危险。如果若是确认违反区域计划法或者是森林法，而且无伫1个月以内改善，就会甲罚6万到30万块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，开启小铃铛。